天氣冷做個早餐啦，番茄切4份，然後咧洋蔥咧切絲，然後咧蒜頭咧求其切就 OK 啊。然後辣椒也是要求其切啊，加點鹽巴，然後咧橄欖油，跟住咧冚蓋微波它，用最高功率8到10分鐘。你們訂到那些菜咧，橫啊、圓啊、熟就 OK，沒技巧啊，超簡單。而且咧訂啲菜咧，是可以讓他們那個營養跟味道咧保留最好、最完美。即係微波可以煎麵包啊，係啊，咁啊落啲牛油。麵包用手搣啊，哇！發毛沒東西吃，豬豬。喂呀，看不看到？哇，爛晒咁樣啦，搞掂。然後加點熱水進去啊，加點雞粉更正啊。小蘭他們都做完啦。喂，間睡前個頭腦有點問題，光了加這個隔夜飯，繼續嚼。哇，試過未？加一點橄欖油正啲。哦，你看完美番茄湯哦。哇，沒關係，我們照樣拿個靚碟啊。喂，我們滲啲薯片上去啊，喂。有一定開心果，喂，一樣完美。最後咧攞一圈橄欖油，喂，還有點黑胡椒。哇，你看沒麵包沒關係，一樣係米豬嶺啊，你看，喂。我發現影片最後一秒都沒人看了，所以咧我決定